嗰個世界局勢越嚟越緊張啦，咁下半年咧係會更加劇烈嘅。咁啊，因為有一個咧係8月12號獅子座嘅全日食，咁呢一個全日食咧係對於即係唔同國家咧都會係相應有一個關鍵性嘅事出現嚇。咁呢個全日食咧係我哋係叫佢做沙羅週期126嘅日食嚟嘅。咁咩叫沙羅週期咧？沙羅週期，沙羅兩個字就係巴比倫語嚟嘅，佢本身係一個古代即係度量嘅單位。你可以想像咧，日食唔同嘅日食咧，佢係隸屬於唔同嘅家族。咁每個家族咧就係18年就翻到去呢個，即係每個家族嘅日食，佢18年咧就翻到去同一個度數嚇。咁呢個就叫沙羅週期啦。嗱，譬如今次咧就8月12號呢次咧嘅獅子座日食咧係20度嘅，咁即係話咧喺18年前咧呢個日食咧都係喺獅子座20度嘅。咁咧，所以話18年前嘅某個國家嘅命運咧，就會喺嗰個度數裏邊咧，被呢個日食觸碰過。而呢一次再來臨嘅時候咧，日食又翻嚟嘅時候咧，相同嘅能量咧係會再敲你呢道門嘅嚇。今次嘅日食咧喺獅子座20度，大家知道獅子座係王者嘅星座，咁所以咧佢對應佢即係對係特別對應喺呢個國家元首啦，呢一個嘅皇室啦，有權力嘅人啦身上嘅。咁今集咧我就先講呢一個嘅俄國，咁其他影片大家就留意啦嚇。呢次嘅日食帶咧係橫跨咗呢個北極啦，格陵蘭、冰島、大西洋、俄羅斯東北部，最後去到西班牙，即係話呢啲地方會睇到嗰個日食。雖然呢個全日食咧就唔會穿過呢個俄羅斯嘅全境，即係嗰個全國唔會嚇，但喺占星地圖上邊咧，佢嘅影響力咧係有一個嘅特殊嘅投射位置嚇。咁呢個特殊投射位置喺邊度咧？嗰個能量線日食嘅嗰個日食嘅能量線啱啱好投射喺俄羅斯國家星盤嘅東方地平線上邊。呢個非同小可嚇，係啱啱好合住嘅嚇。大家知道啦，俄烏戰爭仲喺度持續緊啊嘛。咁而呢一個日食喺呢個東方地平線上邊，咁呢個就好強烈意味住咩咧？俄國將面臨一個好巨大嘅挑戰嚇。呢個係對於當權者如是嚇。譬如話，可能當權者即係普京啦，嗰個權力需要交棒嚇。以及對於呢個國家嚟講咧，有啲嘅制度上面嘅變革啦，係無可避免。我哋先睇下過往呢個沙羅週期，過往係發生過啲咩事啦。1918年呢個俄國咧就從帝制就變成咧係蘇維埃，即係共產啦嚇。好大件事啦，係嘛？好啦，再睇1954年，赫魯曉夫掌權之後咧，就將克里米亞係由呢一個嘅俄羅斯蘇維埃咧，就割俾烏克蘭蘇維埃。嗱，就係當時1954年呢一個舉動咧，就演變而成喺幾十年之後啊嗰個衝突啦，係仍然唔平息嘅。即係而家打緊仗都其實係源自於1954年呢一個嘅割讓。而赫魯曉夫咧當時咧係呢個開發一個幾百萬嘅公頃嘅荒地嚇，嗰個叫做處女地運動。咁因為新開發土地係咁緊要啊，係幾百萬公頃啊，所以後來就引致到嗰個土壤流失啦、塵暴啊。咁呢個60年代發生嘅嗰個農業崩潰啦，就係由呢件即係呢一個嘅處女地嘅開發而嚟嘅。
呢個好嚴，即係呢件事係好嚴重㗎，因為一路影響到後邊發生嘅事。好啦，1972年咯喎，1972年咧又係呢一個沙羅周期啦。咁啊，蘇聯當時咧就真係遇到百年一遇嘅旱季，即係同埋高溫。高溫就引發咗一個森林大火。大火成點咧？當時嘅即係莫斯科咧，係嗰個周邊嗰啲嘅泥地係燃燒起嚟，咁差唔多係幾個星期嗰啲嘅煙霧咧，都唔散嘅。咁啊，當然你咁嘅天災就會影響到嗰個糧食嘅產量係驟降啦，就有糧食問題啦。所以當時尼克遜訪問莫斯科咧，就同呢一個嘅布爾茲列夫咧就簽咗呢個協議。當時蘇聯係一個冷戰嘅情況嘅，咁但係由於呢個尼克遜嘅訪問，而佢自己亦都因為遇到咁嚴重嘅旱災，喺個糧食度出咗問題，所以咧不得不改變佢自己嘅態度，從咧喺冷戰裏邊嗰個對抗咧變成一種有限嘅合作。咩合作咧？即係俾錢咯，向美國買大批嘅小麥咯。咁當時呢一個即係舉動其實已經暴露咗我呢一個嘅即係蘇聯佢本身嗰種嘅經濟嘅嗰個嘅政策嘅弱點咯。咁啊好啦，咁跟住就1990年啦。咁發生咩事呢？大家都記得啦，嗰個就係蘇聯解體嘅前夕咯。你即係睇翻差唔多每個日食啦，哇！真係天災人禍一齊嚟嘅。即係都會令到嗰個國家有喺個政策上邊啦，或者甚至體制上邊啦，出現咁大嘅變動。咁你知道，哇！所謂呢個日食啊即係嗰個威力係如何咯？咁而家嘅俄羅斯嘅星盤咧，係同呢個日食係佢嘅東方地平線同日食係相合啊嘛。咁所以咧，我諗好難，即係俄國好難冇劇烈嘅改變咯嚇。整個國家嗰個外貌改變，嗰個形象改變，亦都可能連個土地啊、環境啊都出現一個劇烈嘅震動啊。因為咧，今次嗰個日食嘅能量線喺俄國嘅東北出現嘛。咁1952年一個嘅北庫里爾斯克大地震海嘯嚇，就1952年。咁當時呢一個嘅大地震咧係9級嘅。9級係咩樣啊？9級我都想象唔到，因為你日本7級幾都已經係即係嗌晒救命啦。咁你何況9級啦？咁所以咧，當時咧呢一個嘅大海嘯、大地震咧，差唔多係令到嗰個城市嚇即係夷為平地咁滯嚇。咁死咗2000幾人。日食喺占星上邊係有一個特別嘅含義嘅，佢係一種不可抗拒嘅改變，或者係業力回力標嚟嘅，係嘛？即係俄烏戰爭打差唔多5年啦，5年前唔係5年，即係當時喺1950幾年嘅時候遺留落嚟嘅呢一個問題，即係所謂烏克蘭嗰個土地嘅問題。我諗嚟到呢次都應該有一個了結啦嚇，即係喺幾十年歷史裏邊嘅爭拗都應該有個了結啦嚇。我會相信啦，呢個日食令到唔係令到，應該係對應。其實佢透露一啲信息俾我哋聽，呢個信息就係俄國會係步向失敗咯。咁而俄國嘅人民咧係要共同承擔一個惡果嚇。我諗佢以後嗰個人民生活係會有一段係相當困難嘅日子嚇。我諗亦都唔只係話戰敗，亦都可能咧
禍不單行咧，係遇到大型嘅天災嚇。即係呢個按住呢個沙羅週期過往發生過嘅呢啲嚴重天災咁樣去推斷啦嚇。好啦，我哋同時睇一睇啦，即係普京個星盤啦嚇，日食亦都同樣呢個日食係觸發咗佢嗰個健康宮。佢個日食係同佢嘅冥王星同南交點係相合嘅。雖然咧喺個推運呢個普京個星盤推運盤裏邊，喺一個太陽觸碰到火星，即係話雖然佢嗰個心智好堅決，意志好硬佢個好想係覺得佢真係覺得係奪回領土啊！呢種宏願一直咧係燃燒緊但係奈何佢自己嘅健康其實已經到咗個關口位。我相信普京嘅健康係本身係已經係出現問題，但係呢個日食話咗俾我哋聽，嗰個健康原本嗰個健康有問題係會再進一步再差落去。所以如果係咁嘅話，俄烏戰爭呢種長期嘅消耗戰前線嘅僵持依照普京嘅健康，如果出咗問題，咁但係佢嘅意志又好堅強喎，咁佢會唔會逼佢做出一啲好出格嘅軍事行動啦？因為眼前睇到即係美國就係喺嗰個伊朗問題上邊，亦都係膠着嘛。會唔會行險僥倖咧？希望佢唔會啦我結論先行啦。佢做乜嘢都改變唔到俄國嗰個軍事行動，到最後係會失敗，即係佢冇法子係吞併俄羅斯嘅領土。所以點解呢個俄烏戰爭一開始我已經話烏克蘭一定會光復到因為世界嘅大趨向係分唔係合，普京一開始就違反咗呢個潮流頭先唔係講嘛，1954年蘇聯已經將嗰個克里米亞割俾烏克蘭啦咁當年即係我哋而家今年所遇到嘅嗰個日食係同當年呢個日食咧係一樣嘅沙羅周期126嚟噶嘛所以我就話呢個真係好可能係一個命運嘅回力標嚟。佢呢件事應該會即係應該有一個解決咯咁亦都證明咗乜嘢咧？呢個日食咧對應係會係宣告咗，即係普京嗰個權力日落西山。好可能即係因為普京係一個強人嘅姿態出現係嘛？即係喺佢好多哇點樣打大赤肋騎喺隻熊身上定乜嘢身上咁樣啦熊係咪即係其實嗰輯相真係幾好睇嘅，其實不過冇辦法，即係人到咗年紀，佢70幾歲啦，佢嘅健康係好明顯係喺下半年係更加脆弱，亦都可能係因為健康嘅問題，所以係即係令到佢側邊本來唔係太贊成佢嘅人係取而代之希望佢真係唔會做啲出格嘅嘢，因為呢種嘅如果佢真係會做垂死嘅反撲咧，亦都只不過係為他人作嫁衣裳嘅啫咁係即係對於俄國嚟講係冇意思嘅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大勢嘅判斷，因為咧我唔係日食係8月12號，咁就事情係8月會出現，有時會。但係唔一定會，通常係喺3個月裏邊或者係半年裏邊係會出現，有陣時甚至耐啲嘅咁我意思係嗰個明顯嘅趨勢，嗰個態勢已經係喺度，已經係喺度，所以即係嗰個結局其實都係已經有咗個預告咯。咁你再比對一下烏克蘭嗰個國家盤啦。你發現啦，個幸運嘅木星好快要進入烏克蘭星盤嘅東方地平線，所以意思係咩？烏克蘭
將迎來黎明嚇。咁啊，雖然呢幾年嘅死傷嚇，即係能夠停止，咁係最好一件事啦。可以停止死傷嘛嚇。咁你話有冇人贏呢？呢件事邊有人贏啫嚇？即係你最多就係打死咗好多人，甚至乎死咗好多年輕人，你保住咗個土地，但係呢個叫唔叫贏呢？當然唔叫贏咯，冇人贏咯嚇。只不過咧，未來呢2年我諗係嗰個政治就會迎嚟改變咯嚇。但係呢個改變無論係點樣樣都好啦。咁啊，首先即係人民就首先要面對一個較為即係艱難嘅生活咯。所以話會唔會係天打敗仗咁天災又嚟咁咧？就都幾可能咯嚇。咁當然啦，喺國際政治上邊，即係俄國只不過係一個小塊嘅版圖啦嚇。因為呢個8月嘅呢個嘅獅子座日食咧，係影響全球嘅，特別係金融危機嘅來臨啦嚇。佢對於中國啦、美國啦、英國咧都有相當大嘅啟示。咁我希望好快咧就呢條片係盡量喺1個星期內，希望係剪到片再發布啦。咁就下次見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